2年前，县市长的选举是大胜利，这个气势，这是国民党因为延续这个气势。国民党总统候选人侯友宜，这几天啊，拢回访新北市，拍拼将这个大本营的选票要甲吹出来。今日伊去蘆洲扫市场拜票时呢，出现一位民进党这个立长，这个里长呢，到这个现场来甲画动选兼加油，表示讲侯友宜这支条卡已经成功背起来啊。 支持者热情欢迎侯友宜积极回访新北的本命区，进入市场拜票，而且来到蘆洲领赢铁票的大本营。伊边啊，这个里长就是民进党的。虽然侯友宜一直骂民进党，里长也是对咧活动选，手指头啊个比赛，看起来是成功挖到条仔卡，选票有希望继续增加。 施雅琪是里长的联谊会的会长，他跟我们大家一起拼新北市蘆洲的建设，所以我和里长拢徛做伙。双六个广告3点半车队扫街，不过唔那要抢领赢票。行政院今卖嘛咧讨论，咧将军公教的退休金调较管理，先嘛伫侯友宜手臂的范围内。这几年真正叫民进党糟蹋卡。 大概家己切起啦，家要选举啊，你要等一个汤啊，互伊，甲一个安慰，啊，真讲叫按着刷去啊吗？那也军公教退票嘛未总体，偏偏啊，拿中央政策来突袭，对手郭文泰接受外国媒体专访，更加呛国民党和中国受过优先，根本是互北京政府控制，来一场安排攻击。莫讲柯文哲啦，民进党逐工拢甲我抹红，我们都是用生命。 在守护台湾，又来跟我模仿，你们真的完全没有资格。攻击的方向闪开郭文泰主动上阵领赢，无要惊弃瓜保后的战略。恐惊连选民拢渐渐啊袂记起君悦酒店那被破局的迄一暝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而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